今天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芭提雅看看我们酒店安防项目的安装情况啊。这个酒店呢，它是分为8层的，总共310个房间。那一个项目好坏啊，布线方面可以看出来。那通过球架拉到房间，保证每个房间的网络能覆盖。那每一层的网络呢，又通过球架拉到我们的一个小机房。像酒店的项目啊，我们用的2万多米的网线，穿线的时候千万别死坠啊，把那个线皮拉破了，那线芯就作废了。那每个房间的号跟摄像头的编号我们都写得清清楚楚。网线进入机房之后呢，我们又捋得整整齐齐，按顺序上了那个配线架。像我们每一层啊，每一批房间啊，都会立刻用专业测线仪测试能不能通过啊，因为开工没有回头箭，那别等到布完线之后才测到，哎呦后面出现问题那就麻烦了。这个项目呢，我们跟进了大概15天，进场了是5天，但是我们的兄弟基本上点到点的非常辛苦，但要做对得起客户的信任，有需要做安防的老板记得找我。